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则意外消息。屏东盐埔昨下晡有一只轻航机摔落来，内底乘客是一个轻航机的教练甲因后生，2个人拢不幸死亡。意外原因还佫调查。伫咧屏东爱寮街护城一直庆烟，有民众伫8日下昼看到一台轻航机自盐埔乡的坐泰山石场往高手的方向摔来，规个导火，赶紧敲电话报警。本局立即派遣盐埔、离港、高速特搜大队第1大队12车22人。那本局到达现场后，发现2名伤者已经明显死亡那火势扑灭后交由现场的员警跟家属做后续处理。警消赶到现场，根据里摕灭火器拍火，并且确定飞机顶61岁姓朱的轻航机教练，甲伊27岁后生规身躯烧伤，爸仔囝2个人拢已经明显死亡。今仔日云南花甲民航局相关人员会到场调查这台轻航机的飞行路线，也有意外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继续来关心中国伫咱附近军演的情形。中国昨第3天军演，有缘有多只军机甲军舰划过海峡的中线。咱国防部是判断讲，因伫演练要安怎攻台湾的本岛，所以有部署华地飞弹来应对。另外，中国的官方媒体发一张因的阿兵哥咧监控咱南洋南军舰的相片，咱的国防部是无证实这项消息。爱国者3用飞弹来启动，官兵操作防空雷达，无论是特机也是导弹，拢会使追踪甲掌握，随时因应突发的状况。国军公开爱3飞弹执行战备任务，因为共军6早起，搁再派军机甲舰艇进入大海周边空隙，部分超过海峡中线。国防部研判是模拟演练对本岛实施攻击。到今天下午5点钟为止，国防部侦获中共军机20架次，军舰14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国军严密监控敌情，除了广播驱离，并且运用空中侦巡兵力、海军的舰艇以及岸置飞弹应处。2只 F-16战机6早起对家己基地来升空，花莲基地 F-16也起飞执行任务，继续捍卫领空。不过，强军强化对台军演，超越海峡中线军事行动，是不是走向常态化，引发关心。中共勇士军事微博进前发布影片，讲强军的飞官对空中来看，宝岛的海防线甲中央线背。在空中务实距离俯瞰宝岛台湾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另外，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上传一张南挺的官兵摕着望远镜看咱国军舰，疑似监控咱方南洋河军舰，背后就是台湾本岛。传出所翕的所在位在花莲和平电厂外海，国军并无证实。当地渔民讲可信度无悬，学者表示是中国对台进行舆论宣传战。这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海军的照片一定不难拿到。那我们后面的背景也不难拿到，那这样子这3点点起来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其实是有待这个摄影专家来去帮我们做解析。有20在我们门口耀武扬威，中国用飞弹军演来破坏区域和平。中共军舰侵了咱国海峡，逼近台湾领海，国军采取一对一的近距离来监控中共军舰的动向。另外，金门甲马祖是连续遭到无人机的侵扰，学者认为中国除了想要宣示主权，也有侦察用意。总统蔡英文强调，政府对强军的军演已经做好完整的应变甲准备，国军的部分力也来守护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唔但用武力来压迫台湾，嘛用经济制裁来欺负咱。日本有媒体讲，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要对台湾出口到中国的电子零件，拢要写中国台湾，也是中华台北。韩国的媒体嘛警告讲，只要产地是写台湾，就去互中国的海关扣押。不过目前是还未出现互扣押案例。咱科技大厂和小传出苏州厂被刁难，咱方随即来澄清，中国厂区营运一切正常。不过有日经新闻报道，苹果公司已经通知供应商，伫台湾制造的零组件必须要标示中国台湾，也是中华台北，才有得符合中国海关的规范。就连韩国媒体也警示，中国设厂的韩国企业已经收到通知，进口货品原产地标示台湾会一律被扣押。经济部澄清，确实是有接到真侪大商的反映，互进口商通知表示爱明确，不过即阵也未有扣回案例。专家也表示，中国制裁这个手伸向台湾的电子零件机会是无大。
那如果说因为中国的一些封锁啦，或者是说一些管制一些制裁的措施，这个亚洲的供应链都会要伤害。去做这些动作的话，其实是等于说是一种玉石俱焚。另外，政府部门的网站连续3天更加传出骇客攻击，那外交部、国防部这网页拢袂顶袂当。骇客组织更加表示，已经甲台湾6万台的物联网设备关起来。各种资讯战用假信息来妨害整个国家运作，来冲击民心士气，我们都要防。尤其越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越容易被侵入。中国海事局前日国际发布航行警告，连续10天要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8月7日起，为期1个月，也在渤海进行军事任务，期间禁止船只进入。记者宋合报道。即阵中国所有的动作，拢是对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开始的。但中国嘛宣布制裁佩洛西，搁要取消美中部分对话等等，提出8项制裁美国措施。美国迄边是批评中国咧处罚全世界。有学者就烦恼讲，美中双方若是唔对话，恐惊会互2个月军事判断错误的机会搁较增加，爆发战争的危机嘛也悬。除了美国、日本、澳洲的外交部长拢呼吁讲要维持台海的和平，要求中国要随停止军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国际关心，和中国真不满。除了对台湾实施封锁、军事演练，也宣布制裁佩洛西，也有取消安排中美两军的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这8项对美反制做法。美国白宫批评，安尼是无负责任的，中国是伫顶坏全世界。We'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keep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while defending ou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the region. This is what the world expe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encourage Beijing to keep this commitment as well. 美国白宫也调研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谴责中国成员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不过，秦刚表示，中军的演习是震撼大陆分裂势力，反倒当指控美方这边安排佩洛西访问台湾，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学者分析，中国制裁敢若像甲中美双方的安全开关解摕掉，无这开关代表2国军事活动误判风险上升，恐惊引发意外发生的危机。中国它取消这样对话，等于是让美中未来在这一个军事议题上面就会变得不透明。譬如说，现阶段中国对于美国、澳洲甚至加拿大军机所采取一些不专业、不安全的一个拦截行动，未来可能就会持续的恶化。中国外交最高谴责对台湾继续升悬军事威胁，各国声援台湾，包含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共同声明，强烈公开支持台湾。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发表外长联合声明，督促中国马上停止军演。外交部除了表达感谢，严厉谴责中国，也呼吁各国共同阻止威权主义扩张甲侵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政府机关的网站最近常常受到骇客攻击，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就指示，中国籍资通讯产品禁止使用的范围扩大，因为是政府机关、委外厂商甲分包厂商袂使使用，即卖是所有的公家机关内拢袂使。接落来是自由时报，U12世界杯小棒赛，咱台湾队长复赛上尾战对战南韩。拄开始头一局是输2分，3局下队长陈稳攻一支1分的红布朗，5局下曾朴恩一支关键的安打，3-2拍赢南韩，赢去要甲多名年者拼季军。上尾是中国时报，指挥中心去年甲疫情升做3级警戒时阵，国部会有发1万到3万块的补助予弱势民众。不过，审计部最近是发现讲，领补助的民众当中，有人的所得是超过标准，有人是公务员也是军人，是无符合领补助的标准。这寡无符合的人是有要挖6万人，金额有8.3亿。接落来关心疫情的情形，咱国内总是增加19753个新冠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有减1000外例，死亡的个案有51例。今仔Miss4重症的个案是阁增加3例。新冠本土疫情转好，初六增加19753例本土病例，145例中重症。本土死亡病例是51例，上少年是2名40多岁患者，一个人因为破病长期卡床，另外一个人得到感染。
指挥中心表示，无着数死亡个案。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约1800例，那下降8.5%，较上周也少了约1500例，下降了7.1%。切纳也增加3例儿童重症密斯氏的个案，2岁查某囡仔6月确诊，7月27发烧、腹肚痛，换了是药下降，3天了后送急诊住院治疗，病况好起来已经出院。4岁查某囡仔是伫7月初确诊，月底发烧、腹肚痛，送医了后规身起疹仔，发炎指数升悬，也是伫治疗了后病况好起来。另外一名11岁查甫囡仔有心脏瓣膜疾病，自2期疫苗确诊。曾于7月16号确诊。8月1号起，陆续有发烧、全身红疹、咳嗽、流鼻水、呕吐、腹痛。8月4号就医，怀疑密斯氏，并转诊至医学中心治疗。到7日，儿童重症累计有154例，密斯氏重症有87例，25例死亡。伫前一天，6个月大到4岁幼稚有4629人自莫德纳疫苗，累计有107256人，占这个年龄层的13.6%。记者综合报道。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3.36%，虽然是有比顶个月较减，不过已经连续5个月拢超过3%。尤其是食米的开销增加7%，是14年来上界悬的。等于是一户逐个月拢爱加开2000外块。去市场采买，无论是肉、青菜，也是煮食的物件，啥物拢有。也毋过物价一直起，民众想要买，算盘也是要小叠一个算好。就什么都贵啊，只有薪资不涨啊，超有感，这是真的。因为我都外食嘛，那外食东西一定是变贵。像油的话，今年就涨到900多块，去年这时候才500多。物价起价，互民众甲食品业者拢真有感觉。主计总处上新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3.36%，虽然是最近4个月新低，不过已经连续5个月拢超过3%。其中食品类的起伏超过7%，尤其是粮食创下3年半起伏上悬的。去外口食物件费用更加是近14年来新悬的纪录。敢若去看外口食物件，以中式早店有11.3%，西式的早店起伏有9.47%。照上买评估别来观察，每月至少购买1次者，因为水果及外食费的涨幅比较大，上涨6.61%；每季至少购买1次者，上涨4.16%；每季购买不到1次者，上涨1.98%。那食的物件起价，电费、厝租、成衣、交通、油料费这计数，也大部分拢伫起价。全球疫情是继续，通货膨胀也低的，民众想要减轻这个负担，可能也需要时间。主计总处也说明，若是刷来几个月天气无正常的情形，有个8月 CPI 的起伏可能比7月较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消息，新北推动的淡北道路本来是要解决淡水塞车的问题，不过恐惊会换做海北道来塞车，当地居民是拢真反对。行政院长苏清昌视察了后，建议爱去干道新桥来甲车阵分开，嘛讲中央会补助55亿外。连2天同齐，行政院长苏清昌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为地方交通建设表态合作。为要解决淡水对外交通伤塞的问题，新北市提出兴建4.5公里的淡北道路，不过有缘和北道居民接期，恐惊会造成北市迄边的塞车。中央建议会当透过兴建干道新桥，分流往沙丁堡新增5国泸州等地的车流。长远之计的话，如果要衔接淡北道路分流的话，必须要新建一座关渡的一个新桥，台北市的一个车流会减少了16%，大概就是每小时900辆的一个车辆。中央答应，淡北道路伫干道新桥以北路段甲兴建新桥费用，拢是由中央出钱，金额达到55.100亿。侯市长除了表达感谢，也讲要彻底改善这区的交通，要设法和淡北道路连接第64线，不过有宽屏的考验。因为打隧道还要经过环评，速度会比较慢，但是这一条一定要做，不做的话，整个会塞在这里。不要又再一次环评没通过又被叫停，那就太可惜。侯友宜市长强调，淡北道路是地方的救命道路，为提出高达已经行26年。今年初所提出的修正计划，望中央赶紧核定，让道路本身会当量早施作。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的恒春机场这几天出现瑞烟无人机轮流升空收集情报，因为顶一日风声讲有中国的无人机入侵咱的西南空域，所以有民众是怀疑讲这款瑞烟无人机是为着要监控中国无人机的行踪。乌鹰直升机这片训练，嘉义水上基地初六拜六早起有2只乌鹰直升机来升空，其中1只因有12架是救护队。另外在屏东恒春机场是真少看出现瑞渊无人机轮流来升空侦查，有军事会监测到早起有中国无人机侵入西南空域，推测咱无人机出动可能是要监测中国无人机。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无人机出动，加上为着7月开始的3军联训基地操演，而出现在恒春机场的目镜山乌鹰这军用直升机，也吸引部分民众好奇来看。来这边看一下，因为小朋友以前小时候没看过。中国的军事演习进入第3天，国军严加戒备。另外，伫南部海峡军演的范围，上军只有9.5公里的屏东小琉球，使用部分的渔船休困，也过大幅渔港也受远洋渔船出海来试船。初六转来，近海渔船也表示，海上无看到无正常状况，照常来作业。另外，拄到父亲节进前的拜六，要大批游客归家来过节。你想怕也没有用啊。没事了，我们百姓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会啊，会担心啊，因为我还没当兵啊，有可能要去当兵啊。游客看法无同款，实际看这小琉球定在2个航空地点，一个已经荒废去啊，另外一个变做电信大楼，还有一个无登记的是伫个山地沟的步道内底，也过空间有限。不过当地人对此无烦恼，认为若是要烦恼无法度掌控的代志，也是甲眼前的日子过好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消息。除了咱台海局势当咧紧张，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嘛当咧炮火当中。以色列初5空袭加沙地区，上无造成10个人死亡，75个人受伤。巴勒斯坦迄边，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指挥官嘛伫咧这场空袭当中死亡，所以因也发900粒火箭来还击。遭到以色列空袭过了后，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街路上是一片混乱，乌飞弹拍到大楼都会烧起来，消防车甲救护车也赶往现场，甲伤者赶紧送病院。这场空袭造成至少10个人互炸死，内底包含1个5岁查某囡仔。伫空袭中死亡的也包含甲通知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关系密切的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国家指挥官贾巴里。伊斯兰圣战组织批评以色列的空袭，敢若像对巴勒斯坦的人民来宣战，需要发射上百粒的火箭来反击。هذه الغارة الصهيونية الغادرة ولذلك نحن الآن نقول بكل وضوح سنرد على هذه الجريمة بكل ما أوتينا من قوة。不过，伊斯兰圣战组织初5深夜发射火箭，敢若拢互以色列的军方炸落。以色列军方赶紧召开安全会议，强调这摆大火是破晓行动的空袭，是因为以色列初1在境内抓到一个资深的巴勒斯坦民兵成员，伊方认为对着国家安全有马上的危险，所以讲先发动这个攻击。ישראל לא תעמוד מנגד כשמנסים לפגוע בתושביה. מדיניות הממשלה הזו היא אפס סובלנות לכל ניסיון ירי מכל סוג שיוצא מעזה לעבר שטח ישראל. 以色列甲哈马斯过去15年来已经拍4摆战争，甲大大小小各种的冲突。美国白宫初5对着这波以巴的冲突强调，美方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打击恐怖团体行动。另外，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2国的方案立场也无改变。公视新闻郑万庆编译。来看一寡较轻松的消息。伫咧中庭院有一个轻松自在场，专门是为身心障碍或者是高敏感的族群提供服务，互坐袂久的人会当随时出入。突然事情嘛，毋免惊出声去吵着别人，互即寡较特殊的族群嘛会当轻松看表演。进场时间一到，民众陆续就座，要欣赏教师家的演出。不过这个场次真特别，
为一般的艺术演出来看，无法度坐真久的人会当随时出席，无自家发出声音也无关系。这就是两厅院为2019年开始推广的轻松自在场。大部分都会让他们觉得稍微的不自在一些。我们做的轻松自在场，到最后发现它是一个几乎全零的哦，包含比如说灯不要那么暗，看到一半你有需求，你可以出去，然后你随时可以再进来，会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它会有一些肢体上面的动作，大家都可以包容。硬体方面，观众席灯会维持一定的光度，方便出入，也提供控制耳机、输压球，予需要的人拢会当使用，甚至还佫提供专属的休困室。节目单也有清楚标注场次特别，希望会当满足长辈感官敏感，也是有脱离视症、自闭症等各种族群的民众需求。参加一班的话，我们自己家长也有压力。那对他们来说，注意力集中差不多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那这个再多个10到15分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让他们入门音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感觉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曲目，就是的表演形态这样，所以应该会有一点吵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顶日伫网络上，一个母亲带托里斯的囡仔看电影，却因为发出怪声，引起全球不满，才会当离开现场的事件，引起外界讨论。敢是艺文演出爱设伫特殊场次？也毋过毋但两厅院，台北汉南影城设有亲子电影院，新北的府中10个也有婴仔车电影院，拢是要营造出友善环境，互艺文电影接触规定，搁较无受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林森北路有真侪酒店，不过时常有民众对直接食头路的人有无好印象，所以这寡公馆就办一个展览，讲明因逐天的日常生活，互众人了解，希望大家莫看因无。柜台电脑是即马逐台的状况，后壁休困的空间乱糟糟，酒店公馆当咧伪装。一阵酒店公馆甲经纪人成立酒感妹仔日常团队，为8月初4到13，伫林森北路的湿地空间，甲因平常时的生活变成展览，互大众了解这个工课的实际状况。我们主要是希望观众可以在上面看到设计师想要表现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想说，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即摆设展的其中一个酒店公馆黄永琪，本身嘛是服装设计师，透过伊的专业，伊将伊一天的生活传达互来看展的观众。现在这个 B 区这边一系列，它就是一个我上班的一个起承转合，我从起床到进公司到下班，中间经历了什么事情，那它全部都写在服装上。黄永琪讲，透过服装，伊会使排解伊上班的情绪，嘛将伊的感觉表现伫服装顶面。我就会做成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把自己的一半切掉，然后把另外一半给了工作上的角色，对，所以这一套其实是寓意演员的一个角色这样子。你们说的下海与上岸，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展览的开幕式嘛，放送今年一位台北电影奖的酒店公馆纪录片《海甲花》，酒感妹仔日常团队表示，因希望透过这的文化活动，互对外发声，去除酒店公馆的污名。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阵天气热翕翕，新竹有一间游乐园，专工甲动物穿过机边，要互动物做伙透心凉，咱做伙来看。五彩缤纷的鸡仔饼，红色是西瓜口味，黄色的是旺来。最好玩甲鸡仔饼弹过去，阿望星星连咪就摕起来，食甲真欢喜。觉得蛮酷的，就是因为之前比较少看到动物吃那些人造的食物，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天气愈来愈烧热，动物腹大甲顶要冻袂调，游乐园特别替因穿鸡仔饼，搁有一大碗串冰，要来互台湾乌行食。是给动物一些观感上的刺激，对，那一部分也是提供他们行为丰富化。那再来还有用这种方式去延长它的采食的时间跟采食的困难度，那让他一天的生活可以更丰富。这样，游乐园表示，这串冰、鸡仔冰拢是请专业的团队制作，特别经好食又搁营养的水果。兽医参营养师针对动物饮食有做部分调整，唔拿体凉，嘛是一种行为训练，丰富动物一天的生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
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华都地区27度到33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